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國際風水師 Zoe Kok。咁今日就輪到講豬嘅生肖喎。咁究竟喺呢個2026年馬年度，佢哋嘅運程又會係點嘅呢？記得要聽到最尾喎，因為豬嘅生肖呢係有好消息，但係亦都有啲嘢呢係需要去留意嘅。最緊要自己有留意咗嘅時候呢，大致上嚟講呢，喺馬年度呢應該就冇乜大礙嘅。如果你哋有屋企人係屬豬嘅生肖，或者你自己喺豬嘅月份啦，或者屋企人喺豬生肖嘅月份啦，咁啊真係記得幫埋佢哋聽喎。然之後就俾啲溫馨提示佢哋啦，或者甚至乎分享呢個片去俾佢哋去睇下啦，等佢哋自己都有個提防，亦都知道點樣去把握好嘅機會啦。1935、1947、1959、1971、1983、1995、2007呢啲呢就係屬於豬嘅年份啦。而喺個年柱度嚟講呢，如果你哋有豬嘅生肖呢，就係代表係祖父母啦，同埋出邊所有嘅嘢對你嘅影響啦。11月7號或者8號去到12月7號或者8號，咁呢啲呢就係屬於豬嘅月份啦。如果你有個豬嘅生肖喺個月柱度嚟講呢，就代表係你嘅父母宮啦，你嘅事業宮啦，亦都係可以講係你嘅直接上司嘅。時間嚟講呢，就係9點鐘夜晚去到10點59分，咁呢個呢，就係屬於係亥時啦，即係豬嘅時間啦。而時柱嚟講呢，就係代表你嘅兒女宮啦，或者你嘅直接下屬嘅。而日柱嚟講呢，就係代表你自己啦，同埋你嘅夫妻宮。咁而呢個呢，我就冇辦法知道啦。咁你一定要去揾一啲可靠可信嘅 Apps，然之後去輸入資料啦，再睇翻自己嗰個嘅地支係啲乜嘢啦。喺我未繼續講落去之前呢，咁大家如果係未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嘅，咁啊記得快啲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啦。因為當我有片出嘅時候呢，咁大家就會係收到 notification 噶啦。我會叫呢個叫做人生藍圖呢，就係當你知道咗嘅時候呢，大家就可以有個指南去幫自己，或者甚至乎幫你家人點樣去改善自己嘅人生啦。而又可以點樣去幫自己做準備呢？即係等於好似天氣報告咁啫嘛。如果大家聽到係會落雨打風啊，咁大家都會做準備啦，唔會講話驚噶嘛。咁所以聽完呢啲嘅時候，大家就可以自己計劃下啦，為下一年有啲乜嘢可以做準備嘅。2026年就係馬年啦，咁個馬就係個太歲啦。豬嘅生肖呢，就有一個暗合嘅，咁變相咗嚟講呢，喺呢個馬年度呢，你哋係會比即係2025年好好多噶啦。暗合好多時都係好消息嘅，因為暗地裏嚟講呢，係有人支持你嘅。咁講緊暗地裏去支持你，亦都會係有機會係你哋嘅客戶帶錢俾你嘅喎，或者甚至乎你哋嘅客戶啊，係會介紹其他客戶俾你啦，或者講緊喺公司度，亦都會係有人去支持你升職加薪嘅喎。咁所以變咗嚟講呢，就真係要繼續努力啦，因為你嘅努力係唔會白費嘅，係會俾人睇到嘅，亦都會有個認同。所以變咗嚟講呢，至少你嘅財運呢都叫做係好嘅，但係亦都有啲嘢係需要去留意嘅喎。咁所以真係一定要聽到最尾啦。嗱，我以上講呢啲呢，就作為參考嘅啫，因為始終真係要以你嘅人生藍圖和你屋企嘅家居方向為作準喎。因為我唔知道你嘅人生藍圖裏面有冇刑沖破害啦，或者甚至乎喺屋企嗰度你有冇激活到一啲唔應該激活嘅地方喎。咁豬嘅生肖呢，喺呢個馬年度呢，係會有貴人去輔助你嘅，有一啲係好明顯地嚟俾你見到係貴人啦，亦都有一啲係暗地裏去幫你嘅，所以變咗嚟講呢，你真係要加倍努力啦。而貴人嚟講，可以係任何人嘅，甚至乎講緊你嘅競爭對手都有機會係你嘅貴人嚟嘅喎，因為佢會令到你去突破自己嘅，或者甚至乎有啲嘢令到你更加去努力去做得更加好啦。講緊貴人其實係嚟幫你啦。如果你哋係有啲乜嘢需要幫忙呢，記得要出聲，因為如果你唔出聲嘅時候呢，冇人知道你需要幫忙嘅。如果打工仔嘅你哋呢，真係喺公司度真係要去請教下啲人啦，咁佢哋都會係幫你嘅。做緊生意嘅你哋呢，或者銷售員呢，真係打多啲電話，見多啲客戶啦，因為客人都係你哋嘅貴人嚟嘅。如果你哋係有豬嘅生肖喺個月齡度呢，即係你生於喺豬嘅月份度呢，咁變咗嚟講呢，即係你嘅上司就係你嘅貴人嚟嘅喎。
所以講咧喺馬年度咧，真係好好地去把握咁好嘅吉星啦。如果做緊 KOL 嘅你哋咧，或者照顧人士咧，甚至乎專業人士咧，咁啊多啲去宣傳自己啦。因為喺呢個馬年度咧，你哋係比較會受歡迎嘅，亦都會係有魅力嘅。如果你哋喺公司度，上司又叫你出嚟做 presentation 嘅話咧，真係要把握嘅機會啦。因為你哋講嘅嘢咧係會有說服力嘅。或者如果你哋係做緊生意嘅你哋咧，多啲去見客，因為你哋講嘅嘢咧係有說服力啦。因此你哋成功交易嘅機會咧就會非常高啦。尤其是做銷售員啦，或者市場推廣嗰啲咧，咁啊真係更加要好好地去運用咁好嘅吉星啦。咁而大家都要留意翻自己嗰個嘅日柱係啲乜嘢？究竟你哋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或者壬癸呢？究竟你哋係邊一個嘅五行呢？因為呢個日柱嚟講呢係非常緊要嘅，所以大家記得去留意翻，我將會推出呢個10天干嘅片啦。尤其是如果你哋有豬嘅生肖喺呢個地支度呢，咁單身嘅你哋呢都會係有機會會遇到你嘅心上人嘅。你自己都要多啲出去見下朋友啦，去啲朋友嘅 gathering 啦。如果結咗婚嘅你哋呢，咁你哋可以好好地去運用好嘅人緣喺工作上度啦，千祈就唔好多心啦。喺呢個馬年度呢，你哋都會係叫做有個吉星呢，係可以幫你哋逃過一劫啦。即是話幸運地你去逃過危險啦，但係喺呢個馬年度都係比較建議大家呢，就唔好去參與一啲危險嘅活動啦，例如話行山啊、跳降落山啊、爬山啊、潛水啊、滑水或者甚至乎滑雪啊，呢啲最好就暫時呢一年就唔好去參與啦。揸開車嘅朋友們呢，就請你哋慢慢揸，千祈就唔好揸快車啦。再一次溫馨提示提提大家，就係話以上呢啲都係作為參考嘅啫，始終都要以你嘅人生藍圖和你屋企嘅家居方向為作準噶。亦都比較建議大家呢，可以捐血去幫多啲人啦。但係如果你話你哋係唔適合捐血嗰啲呢，咁就比較建議大家係去抽血去做身體檢查啦。雖然喺個馬年度你哋係有個財星啦，但係同時間呢，你哋亦都有個破財星，但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嘅，最緊要留意自己嘅開支啦，同埋可以做某一啲嘢嚟去應咗佢嘅。而我陣間後邊都會同大家講嘅，喺個蛇年度都花錢都比較需要花得多嘅，但係當喺呢個馬年度呢，其實你哋會係比2025年好好多嘅。如果生於喺春天同夏天嗰啲呢，咁反為呢，你哋有機會呢就會受壓力噶啦。而自己嘅財物呢，就要多留意啦，同埋屋企亦都會有機會比較多嘢損壞嘅。生於喺春天、夏天嗰啲呢，就要好好地有個財政計劃啦。咁而講緊話有啲乜嘢可以做嚟去應咗個破財星呢？既然喺呢個馬年度都需要花錢嘅時候，咁大家都係可以叫做應咗佢，就係話報讀下一啲自己嘅興趣班啦，例如話瑜伽班啊，或者太極班啊，甚至乎煮餸啊，或者焗蛋糕啊，或者可以係報讀一啲課程嚟去增值自己嘅，亦都去睇翻下自己嘅屋企嘅家居電器啦，有啲乜嘢愛壞唔愛壞呢？咁大家都係可以換咗去啦。亦都唔建議大家去做任何投資啦，尤其是生於喺春天同夏天嗰啲呢，真係唔好去參與一啲有賭博嘅成分嘅嘢啦。亦都要時刻留意自己嘅個人財物啦，例如話鎖匙啊、電話啊、銀包啊，或者公司嘅文件啊，尤其是喺11月7號去到12月7號呢，咁呢一個呢就係屬於豬嘅月份啦。咁變咗嚟講呢，就係亥即係自刑啦，而自刑好多時呢係刑罰啦，咁亦都會有機會呢係自己做嘅嘢呢，令到自己俾到麻煩自己嘅。咁所以大家就睇下自己嘅豬嘅生肖係喺邊度啦。如果係喺個月令度呢，咁喺做嘢上呢，自己就要多留意，尤其是自己嗰啲文件啊，或者自己做嘅工作上多啲 double check 啦。我之後都會出一個風水嘅片嘅。咁喺呢個2026馬年嘅風水位置呢，咁大家都係可以去睇翻，然之後就去睇下有邊啲位置係可以幫到自己嘅。因為既然間屋企都已經喺度啦，點解唔好好地去運用啲位置呢？因為我嘅風水片
同其他人呢就有啲唔同嘅，就係話我會有啲陰陽貴人位啦。咁而個陰陽貴人位呢，我哋要去計算，咁佢就唔係每年都喺度，咁但係當佢喺度嘅時候呢，佢嘅力量呢係非常大嘅，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嘅運氣嘅。咁呢個係講緊係2025年嘅，咁我之後出2026。如果你哋係同個馬年有刑沖破害嘅話呢，咁大家就要去睇下個風水片。我同大家分享究竟個太歲文昌位喺邊啦，因為個太歲文昌位嘅力量係非常大嘅，可以幫助化解呢一個刑沖破害太歲嘅，就會令到件事大嘅就會變小，小嘅就會變冇啦。而佢同個46文昌星係唔一樣嘅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呢，大家就去睇下我之後出嘅風水片，咁大家可以揾下啲位置，邊啲唔好嘅位置呢，就唔好去激活去啦。咁呢一個2025年噶啦，你見我嘅分享呢，同出邊呢就有啲唔同嘅。咁五黃大病位大家都知嘅，但係五虎煞呢就比較少人講，咁所以大家都需要留意啲五虎煞啊，最緊要都唔好激活到佢啦。三煞位置啊，二黑五黃位置啊，七赤官飛星啊，咁大家就留意翻呢啲位置，唔好激活佢呢，佢呢個都會大大減輕啲嚴重性嘅嘢嘅。而始終都係講緊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，咁變咗嚟講呢個風水位置呢，就係你屋企嘅位置啦。咁最好就自己都可以去睇下呢個片嚟去參考下，睇睇啲位置，執啲位置啦。健康上嚟講呢，最緊要食得平衡啦，睡眠質素要夠啦，因為當你睡眠質素夠嘅時候呢，你諗嘢就會比較清晰啦，而亦都冇咁容易忘記啲嘢嘅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就多啲去做下運動啦。咁如果唔係咁方便跑步嗰啲嘅，咁可以行慢步啦，或者去下公園散下步啦，睇多啲綠色植物都係好噶。豬嘅生肖呢係屬於水嘅五行嚟嘅，而水嘅五行呢，喺呢個黃帝內經嚟講呢，就係屬於膀胱啦、耳仔啦。生於喺秋天或者冬天嗰啲呢，就反為比較好少少嘅。但係如果生於喺春天同夏天呢，咁啊更加要特別留意自己嘅健康啦。大致上嚟講呢，都要留意翻自己會有機會耳水唔平衡啦，有機會尿道炎啊，留意翻自己嘅腎啦、膀胱啦、自己嘅生殖系統啦、腳啦、啲骨頭啦，呢啲都要多留意嘅。喺呢個2026年需要留意嘅月份呢，講緊係陽曆呢，就係2月4號去到3月5號，3月5號去到4月5號，5月5號去到6月5號，6月5號去到7月7號，9月7號去到10月8號，11月7號去到12月7號，12月7號2026年去到呢個1月5號2027年。而喺呢啲月份度，大家都要多留意自己嘅健康啦，同埋唔好參與一啲咁危險嘅活動啦。而時間嚟講呢，朝頭早9點鐘去到10點59分朝頭早，同埋夜晚9點鐘去到10點59分夜晚啦。咁呢啲時間都係要多留意嘅。如果聽到你度，大家都未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嘅話呢，請大家記得去撳呢個免費訂閱掣，同埋撳埋呢個鐘仔。當我有啲乜嘢免費小資訊去同大家去分享嘅時候呢，咁大家就會收到個 notification 噶啦。如果大家係覺得頭先同大家去分享嗰啲資訊呢，幫到大家嘅話呢，咁啊請大家多多支持，去俾個讚好我嘅片啦。因為你哋每一個嘅讚好嘅片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。咁豬嘅生肖呢，暫時嚟講呢就分享到咁多啦。我係國際風水師 Zoe Kong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